明仔载总算是要头一届甲龙战斗啊！你的囝哦，爱在你咧皮皮喘呢？系啊，安尼哦，那安尼，你的囝哦？对啊，是安尼哦，我嘛足惊的。这是咧讲啥？我本来想要模仿其他的冒险者，甲大家鼓励一下，真实的，看来效果毋是介好。袂啊，加载有你，我袂紧张啊啦。欣美路，保持自然就好啊。这款代志的做法，一定嘛因为东方无共对你改变。讲嘛有影。原来是安尼，看来确实因为东坡无共对你改变。